回头搁来看今年的国庆，要伫个高雄来放国庆烟火。到时阵放烟火会搭配着真侪条经典的配乐，讲会以台湾音乐为主题。这个高雄市交响乐团当咧做最后的排练。 优美音乐深刻在心，国庆烟火要到啊！为了配合迄一天烟火美景，高雄市立交响乐团即卖已经进入最后排练的阶段。 今年国庆的配乐以台湾的音乐为主题，分做4大类，有传统民谣、苏慧红、草莓人加工等等，也有经典的台湾金曲。爱拼才赢心不了情，更有流行音乐刻在我心内的迄几年，也有创作歌曲，都市天光、拍婆歌等等台湾经典的名曲。横跨了台湾50、60年的，从台语歌曲到经典的流行音乐，也横跨了客语跟原住民的音乐。 这摆国庆的演奏总共有29首，希望讲经典传承，嘛特别邀请金曲最佳作曲奖的得主李铁基重新编曲，带来全新的享受。希望讲这个配乐会使予10月70国庆的烟火感动所有乡亲。